中華和美有一個68歲獨居的太太，佇門卡口囤大量的糞掃甲資源回收物，結果環境阿早臭毛毛，閣生真儕鳥鼠，厝邊隔壁非常的困擾。早起環保局到場強制清糞掃。厝內外攏是糞掃，連路嘛攏是，真儕清潔人員到現場，先將大型的回收物刷掉，再閣豆豆清。這間糞掃處出現在中華的和美68歲獨居的女厝主，舊年來囤真儕糞掃甲資源的回收物，只是講環境的氣味有夠歹，閣有鳥鼠啊。厝邊隔壁有夠無奈，投訴檢舉前後有5檔啊，當地環保局嘛持續咧開罰單，甚至捌開出上懸6000塊的罰單，已經到現場強制清除4擺啊。驗過這個女厝主，伊有一直扣糞掃轉去。你安尼吼違反迄個廢棄物清理法，啊伊要甲你扣一個迄個罰單，哦，啊伊這個迄個送達，即擺就是送達予你。今日早起，清潔人員過來依法執行強制清除，警察人員冒到現場解惑，並且要求這個女厝主暫時離開厝內。一看到囤遮久的糞掃要互清了去啊，這個女厝主情緒失控。清潔人員趕緊作業，將這個糞掃要甲摒清去，差不多2點鐘後，這間糞掃處總算清煞，總共車走2車的糞掃，毛附近鄉親總算暫時會當重新有一個清氣的生活環境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